我哋高小組嘅同學嚟到咧鯉魚門呢一邊咧去睇我哋嘅海防咧及抗戰博物館嘅。咁今日呢個行程咧，其實就都係主要想帶同學咧去寫咧呢個記敘文啦。咁啊，所以係一個敘事嘅作文嘅寫作嘅旅程嚟嘅咁樣。首先咧就會帶大家咧自己身為一個小將軍，去守衛香港呢一個城池嘅時候咧，我哋會先諗下點樣去布防，跟住喺大家有呢個設想嘅前提之下，我哋帶大家咧去行咗一個戶外嘅史蹟徑啦，咁去睇下佢哋頭先嘅設想啱唔啱？咁啊，希望咧帶俾佢哋一個咧直觀啲嘅感覺，包括上下嘅落差啊，同埋佢哋行嘅東西嘅走向啊，包括所有嘅炮台嘅設置嘅位置啊，咁佢哋如何咧去布防咧，同埋去守衛呢個香港嘅。室內主要咧係希望咧同學去了解到咧呢個抗戰嘅歷史啦，咁啊希望培養咧佢哋嘅呢個愛國嘅情操喎。咁所以咧喺入邊嘅時候咧會設計咗一啲室內嘅小活動啦，會有一啲嘅工作紙啦俾佢哋試下去玩。咁主要咧就係我哋話香港咧當時嘅東江縱隊咧比較大嘅一個嘅功績咧就係呢個叫文化大營救啦。咁希望同學咧亦都能夠咧通過一個地圖嘅填寫去理解咧嗰個路線係點樣嘅當時，以及呢一個嘅對於全國嘅統一戰線嘅理解到點解會當時去救到一啲國際友人啦，以及中國嘅文化界嘅人士。由於佢從一個事實，佢哋見到嘅嘢，譬如今日嘅行蹤咧，佢可以寫到。但係咧，佢會唔會理解到佢當中混合咗一個點樣嘅情感？譬如佢今日走完之後，佢係一個點樣嘅心情？咁但係寫到點樣嘅心情咧，都未係話一篇好好嘅作文，即係個立意未到嘅。咁立意一定要係高遠啦，即係登高先可以望遠。所以立意嘅高遠咧，我哋要俾同學啦，譬如話我哋嘅價值觀教育啦，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啦、國安嘅教育啦等等呢一啲嘅知識同埋元素啦，我哋話俾學生聽。之後嘅話咧，就係佢個選材啦。咁我哋今日行好多地方，可能好多同學咧會將好多嘅素材堆埋落去。咁但係就話俾你聽啦，喺一個嘅主題底下，你自己立咗個意嘅裏邊，你應該點樣去揀呢兩三件咧比較有代表性嘅事物啦去寫咯。